6歲嗰陣，我喺書上面見到一幅好精美嘅畫，嗰本書同原始森林有關，書名叫做《真實的故事》。小王子第一集。畫入面有條大蟒蛇正喺度吞食野獸。嗱，呢度就係幅畫嘅副本啦。書上面寫住，大蟒蛇會把獵物整個吞進去，完全不咀嚼，然後它們就無法動彈了，要花6個月的時間邊睡覺邊消化。我跟住書上面所講，思維就好似飛咗入叢林去探險咁。最後用彩色蠟筆畫低咗處女作，我嘅第1號作品，佢係咁嘅。我將我嘅傑作拎俾大人睇，問佢哋驚唔驚，但佢哋答我：一頂帽啫嘛，有咩好驚啊？我畫嘅唔係一頂帽啊，我畫嘅係正喺度消化大象嘅蟒蛇。跟住我將蟒蛇嘅內部畫埋出嚟，咁樣啲大人就睇得明啦。佢哋總係需要解釋。我嘅第2號作品喺呢度。大人建議我最好唔好再畫大蟒蛇，唔理係肚皮打開啊，定係肚皮合埋嘅，我應該專心學習地理、歷史、數學同語文。就咁樣，喺6歲嗰年，我放棄咗成為大畫家嘅志向。第1號同第2號作品嘅失敗令我好灰心。大人自己乜嘢都唔識，總係要小朋友解釋俾佢哋知，咁樣令我覺得好攰啊。所以我只好選擇其他職業，學識咗揸飛機。我飛勻成個世界，地理知識的確係對我好有幫助。我望一眼呢，就可以分辨出中國同亞利桑那。如果喺夜間迷航，咁樣係好有用嘅。後嚟我喺工作上同好多重要嘅人有過好多交往，大部分時間我生活喺成年人之間，我非常仔細咁觀察過佢哋，但並冇改變我對佢哋嘅睇法咯。每當遇到我睇上嚟頭腦都仲算清醒嘅人，我就會用隨身攜帶嘅第1號作品嚟試探佢。我想知道係咪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呢一幅畫，但答案總係頂帽啊。如果對方咁樣答，咁我就唔會再提咩大蟒蛇啊、原始森林同星星啦。我會遷就佢哋嘅水準，同佢哋講橋牌啦、高爾夫球啊、政治或者領呔，呢啲大人聽落會好高興，覺得佢哋結識嘅呢個人真係通情達理啦。小王子，作者聖艾修伯利，錄音參照法國聖艾修伯利基金會，唯一官方認可中文版，由譯者李繼雲批准錄製。聲音演出伍樂希聲演飛行員，製作林波比、蘇敏彤，監製仍然。